Hello 姐姐， Hello，係姐姐你叫咩名咧？我啲亞人啊，係今年幾多歲啊？ 52，係結咗婚未咧？結咗啦，但係離咗婚係咪啊？係啊，離咗婚，我要有5個小朋友啊，你有5個小朋友，係啦，係你嚟香港做咗嘢幾耐啊我14年啦， ？14年，係咁喺香港照顧老人家定小朋友啊？我照顧老人家，照顧老人家，係咁你怕唔怕狗咧？唔係，如果細啦，我仲要等係一個睇啦，我大狗驚啊，大狗就驚啦，嗯，係冇問題嘅。咁你識唔識煮中國餸啊？識煮啲乜啊？早追啦，普通啦，慢嘢啦，正嘢啦，我識嘅。係咁，如果個僱主叫你自己一個人去超級市場啊、街市買餸啊，你得唔得咧？可以，冇問題嘅，冇問題。好好，唔該晒你啊，姐姐，好，唔使唔該，拜拜拜，拜，唔該你，拜拜。拜拜拜。